后来继续来看台北市中山国小的附设幼稚园，今年的3月爆发着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件，有80个师生发烧、落舌、腹肚痛。家长讲，学校一开始认定是胃肠炎，并不是用食物中毒来处理的。尾仔台北市卫生局才确认是沙门菌的感染，对厂商开出着6万块的罚单。但是家长认为学校处理的态度太慢了。而且这个学校发1000块的慰问金，是想要把代志总甲输掉。这场欢喜的囡仔，今年3月无遐健康。3月24日，中山国小附设幼稚园的囡仔食营养午餐了后，有80个师生出现吐骨兼流的症头，严重的有入院，和家长真唔甘。开始是高烧、跟呕吐，还有拉肚子。到了高峰期的时候，已经没有呕吐，但是拉肚子1天至少15次以上。家长真不满代志发生后，学校确认讲是单纯的胃肠炎诺罗病毒，无积极去处理，这嘛是病院通报了卫生局才去查验出根本就是食物的中毒。所谓的沙门氏杆菌，那在整体的一个重判分析之后呢，我们把它判定它就是一个食品中毒的事件。家长不满的是，代志发生后，厂商唔但无回失的，校方嘛干那分1000块慰问金，其他拢讲爱依照保险去处理，要过都要有收据，是讲有真侪学生无入院，还是去找医生。跟厂商谈完之后，有跟校长这边有约时间，会进行这个谈话说明会。校方表示讲，要搁找厂商、家长来开会，看要安怎处理。卫生局嘛对厂商依照食人法罚6万块，同时嘛提醒家长。沙门氏菌较惊高温，互囡仔食物件上好是莫食青，爱尽量煮过较好。尤其是热天温度较悬，物件较歹记，爱细致较袂食歹腹肚。